继续在东突厥斯坦实施任意拘押和同化政策，父母被当局关押在集中营的孩子成为了中共的新目标。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段视频中，一位汉族老师对3岁左右的一个维吾尔小女孩高声说“笑啊”，但是小女孩开始大声哭起来。这幅画面再次证明了东突厥斯坦局势的严重性。针对5个人权团体的表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三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并非如同5个团体所言，就在教育营问题没有对中国政府进行谴责。我认为没人比我更持久、更清晰地就此问题与中国当局进行了沟通。古特雷斯对记者说：“我只做谨慎外交的这种说法，绝对是不正确的。”人权观察大社国际、国际法律家委员会、国际人权联盟及世界维吾尔大会等组织周二发布一份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声明，呼吁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公开谴责中国的集中营政策，并要求中国立即关闭这些再教育营。第74届联合国大会已开幕，但预定赴会的伊朗总统和外交部长没有获得美国政府发放的签证，可能缺席。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总统哈桑·路哈尼和外长穆罕默德·加瓦德·扎里夫必定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会议，但他们至今没有获得签证。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外长扎里夫预定20日启程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会议。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继续，两国谈判小组在大约2个月后再次会面。根据亚洲新闻网的消息，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是10月初举行的高级别会谈的基础。10月举行的会谈将决定两国是否继续进行贸易战，或是否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哈尼阿克索伊批评了南塞浦路斯当局在所谓被允许的领域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他在声明中表示，南塞浦路斯当局忽视了土耳其人在整个塞浦路斯岛上的主权。媒体报道称，南塞浦路斯当局为了所谓7号专属经济区，计划与法国和意大利公司签署了协议。这表明南塞浦路斯当局还没意识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立场。美国前国务卿迪勒森出席一场活动，再次谈及与总统的分歧。迪勒森还在会上爆料说，以色列官员曾多次戏耍特朗普，利用错误信息操纵他，并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点不择手段。迪勒森是在周二哈佛大学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做出上述表态。迪勒森表示，以色列官员曾在会谈中戏耍了特朗普，利用错误信息操纵了他。迪勒森警告说，在与内塔尼亚胡打交道时，适度的怀疑是必要的。